小盖著作，单类台语文学选。台南县文化中心捌伫1995年出版，2001年金安决定出版。内容有选1986年到2000年，特别是1996年以后的作品。诗选9首，散文选4篇，小说选17篇，戏剧选3出。单类认为，台湾的文学主要是强势的殖民地文学，甲真弱势的母语文学，受到外来语文这块有色保护制限，袂当完全脱离殖民者强制予咱的文化意识甲价值观。母语文学顾咱家己语文的艺术，写咱的故事，表达咱的感情，探讨咱的心灵。无这块有色保护制限，是实在的台湾人文学，嘛才会成做真正有活力的文学。